欢迎订阅本频道，然后按社群还有分享给粉丝的很多珍贵的资讯内容。你看，要累积起来，很快找到好资源。菩萨要学五明之学，医学一方面养生的、保健的、辅导的等等，科学工巧明，种菜的、种树的、种果树的，制造工具的，帮助办事情的，科学工巧明。语文学声明，演讲的、演说的、念经读经的，语文学声明。理哲学逻辑学，因明，原因的因明。然后佛学宗教哲学的内明，内在心性，内在良知，心性之知。所以五明有一方明、工巧明、声明、因明、内明。明就是智慧啊，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啊。知识就是力量啊，智慧比知识还要更高层次啊。佛学审问慎思，明辨笃行啊。广学多闻，增长智慧啊。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啊。透过这个社群来分享很多累积的好资源。